俄乌战争持续延烧，财团法人贡嘎市董事会发起点灯祈福仪式，望乌克兰会当早日脱离战事，得到和平。系列点灯祈福仪式由南给仁波切、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慧法师、天主教台南区主教林吉南、台南市长黄伟哲、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煌、财团法人贡嘎市董事长李明威等贵宾共同来点灯，祈求国际战争消弭，全球疫情止息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众生安乐，请点灯。世界上各地并不平静，不管是战争，不管是疫情，不管是这个整体的天气，其实坦白讲都开年的时候并不顺利啊。那尤其碰到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希望说，借着宗教的力量，让人心求得平静，也让这个战争早日止息。在疫情方面，希望疫情能够越走越轻，台湾尽速能够脱离疫情的这个蔓延。不过是在前一天，突然间有个念头，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协助祈祷世界和平？所以我就联络了几个好朋友，就开始很快就在筹备。那非常感谢黄市长也能够这么热情，很快就答应我们来参加这场盛会。贡嘎市表示，3月3号到3月18，适逢西藏历新年初1到15，这段期间也是释迦牟尼佛生病节。期间任何善业甲恶业，拢是以11倍业缘，功德甲福报更是殊胜。邀请民众伫生病节期间来安平贡嘎市点灯祈愿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